在人际关系的世界中，合不合这个问题常被人深究。有人说是性格的磨合，有人认为是价值观的契合，也有人觉得是生活环境的不同。但其实这一切的背后，真正的核心因素在于意愿。只要有意愿，两个原本截然不同的人也能相处融洽。反之，即便条件再相似，没有意愿也会形同陌路。意愿是一切的起点。人与人之间能否合得来，并非偶然，也不是完全靠天生的默契。这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过程。当一个人对你有意愿，他会自然而然地展现出耐心、包容和理解。他愿意放下偏见，愿意在分歧中寻找共同点。相反，当一个人对你没有意愿时，所有的小问题都会被放大，所有的努力都显得微不足道。我们经常听到的性格不合或沟通不顺畅，实际上是因为其中一方或双方缺乏继续经营的意愿。倘若双方都有心，即使性格有差异，也可以通过理解和协调来找到相处的方式。即使沟通出现问题，也可以用诚意和耐心去解决。但当意愿缺席，哪怕再多的努力，也只是徒劳无功。合与不合的本质，想不想，而不是能不能。很多人喜欢用合不合来评判一段关系，但其实这种说法忽略了最关键的因素，主观的想不想。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兴趣、有好感、有期待，他会想方设法去接近对方，甚至愿意改变自己，去匹配对方的需求。反之，若一个人对你没有兴趣，他甚至懒得多花1分钟来回应你。说穿了，所谓的不合，并不是问题本身，而是对方不想付出的结果。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待人际关系中的问题，并学会适时放手，停止对那些无意愿之人的执着。看懂人心，学会放下，理解了意愿的重要性之后，我们就能更坦然地面对人际关系中的冷暖变化。过去，很多人会因为被忽略或冷待而感到焦虑，甚至拼命想挽回。但当我们看懂了人心的运作，就会明白，挽留一个没有意愿的人，其实是在伤害自己。当对方选择忽视你时，最成熟的应对方式不是纠缠，而是尊重他的选择。这种放手并不是一种妥协，而是一种智慧。因为你的时间和情感应该留给那些珍惜你的人，而不是浪费在那些对你无益的人身上。成年人最好的善待，珍惜时间与情感。成年人最宝贵的资源有2样，时间和情感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越来越懂得，这2样资源不能随便挥霍在无谓的人和事上。对那些冷漠待你的人，不必再试图讨好；对那些真心珍惜你的人，则应该全心全意的投入。这种取舍并不是冷漠，而是一种成长。成年人应该懂得将有限的精力用在值得的人和事上，因为只有彼此都在乎，关系才会有意义。当我们把情感投注在真正关心我们的人身上，这种情感的交流才是正向且有价值的。如何分辨值得的人？那么，如何分辨哪些人值得投入，哪些人应该放下呢？答案其实并不难，只要观察以下几点：1、行动是否匹配话语。真正在乎你的人，不会仅仅用言语表达，而是会用行动来证明。他们会主动关心你的生活，在你需要时出现在你身边，而不是只在表面上敷衍。2、是否愿意为你付出？人际关系中，付出与回报是一个平衡的过程。如果一段关系中总是你在主动，而对方却无动于衷，这样的关系很可能是不对等的。3、是否让你感到舒适？值得的人会让你感到放松和自在，而不是压力和不安。如果一段关系让你感到疲惫或焦虑，那么这可能不是一段健康的关系。学会接受失落，不再纠结过去。人生中总有一些人会让我们觉得，如果当时更努力一点，结果会不一样。但事实上，结果的产生从来不是单方面努力的结果。如果对方无意愿，无论我们多努力，都改变不了结局。与其纠结过去，倒不如专注于当下，专注于那些真正需要我们的人。学会接受失落，学会放下不合适的关系，这并不是逃避，而是为了让自己的人生更加轻松和愉快。珍惜那些珍惜你的人。最幸福的关系来自于双向奔赴。当你发现有人对你的在乎超越了表面，愿意为你付出时间和精力，请一定要珍惜这样的人，因为这样的关系才是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
无论是亲情、友情还是爱情，唯有双方都珍惜，才能够长久。当你也对对方付出同样的关心与重视，这种互动将会带来更多的快乐和满足感。结语：选择值得的人，活得更通透。人生短短数十载，时间太过珍贵，不值得浪费在那些对你没有意愿的人身上。当我们懂得了意愿的重要性，便能更理智地选择朋友、伴侣和合作伙伴，从而让自己活得更加通透和自在。最终，所谓的合不合，从来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，而是情感上的选择。当你把所有的在乎留给那些也在乎你的人，生活会更有价值，心也会更轻松。这是一种智慧，也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。